Hello， 大家好，我係 Kiki。嗱，如果你想揾一套咧性價比特別高嘅人氣大盤嘅話咧，咁我覺得你一定要嚟睇下呢度嘅錦繡國際花城啦。梗係喺呢度咧，佢目前最低嘅單價咧，只需要9字頭，你就可以攞低一套單位咯。亦即係話咧，首期5萬蚊，月供3000蚊，你就可以咧完全攞低一套咧面對住一線湖景嘅3房單位啦，冇任何嘅分期，冇任何嘅套路啊嚇！嗱，而且喺翻呢邊嘅話咧，無論係佢嘅商業街定或係交通啦，各方嘅配套啦，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如果唔係，又點會造就到呢度嘅入住率會咁高呢？唔使急啊嚇，跟住我嘅腳步一齊嚟了解下呢一個錦繡國際花城究竟點解人氣會咁高？重磅福利來襲，揾我哋成功買樓，即送價值68,888嘅28件套全屋家私大禮包，再附贈驗收樓服務。立即報名睇樓團，實地考察你嘅心水樓盤，當日往返2日1夜 ，VIP 私人定製專屬行程，3條路線任你揀，全港專車包接送。立即撥打屏幕上方嘅電話聯繫我哋啦！嗱，喺呢邊咧，除咗可以擁有住一線湖景咁優美嘅環境之外啦，喺呢度生活居住咧，亦都係非常之方便㗎。根據自己咧，樓下就有住非常之大型嘅商業街，而且咧仲係全部都滿鋪開業㗎。咁喺翻呢邊咧，最基本嘅一啲起居飲食、柴米油鹽醬醋茶係一樣不缺，都可以提供得到俾你啊！怪唔之得呢度嘅入住率會係非常之高啦。你企喺度咧，真係是但望一望咧，每一個露台都係掛滿晒衫。所以點解我會將呢度稱之為人氣大城呢？再加埋呢度嘅價錢呢，佢嘅性價比真係非常之高啊！嗱，除此之外呢，仲有交通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帶你過去睇埋。便捷嘅交通出行咧，一定少唔到噶。喺翻錦繡國際花城呢度啦，佢仲有住呢個香港嘅直通巴，可以日日翻香港啊，可以直接咧去到荃灣同埋太子，係每一日都出發噶。嗱，講翻嚟呢邊咧，大家就可以好清晰咁樣見得到咧，佢整體嘅班次時間，仲有佢嘅價錢，你睇下翻去啊，都只不過係100零蚊咋。如果咧你話大陸路線嘅話，仲係5蚊雞一個人，就算係非業主都好啦，亦都唔貴啊嚇。所以其實你喺翻呢度生活嘅話咧，對於香港嘅朋友仔就真係超級方便啦。嗱，除咗翻香港方便之外咧，咁大個巴士站喺度，冇理由淨係得一個直通巴噶嘛。喺翻呢度咧，仲有呢個奇關巴士咧，你可以直接咧去到拱北嗰邊過澳門仲得嘅。咁啊，仲有咧香洲嘅市區咧，吉大拱北呢啲地方咧，全部都可以去得到噶，可以放心每日都無憂咁樣出行，係咪好正咧？好啦，嗱，跟住落嚟咧，帶大家咧去翻呢一個示範單位呢度咧，去睇下跟住嚟呢個戶型啱唔啱你心水。嚟欣賞下呢個一線嘅湖景係咪非常之靚咧？嗱，大家嚟睇呢個咧係89平方嘅戶型嚟嘅。咁喺呢度咧，除咗可以見得到交樓標準之外啦，仲有一個非常之大嘅驚喜帶俾大家，就喺呢度咧係可以送到俾你全屋嘅家私電器啊！嗱，我逐一由頭到尾同大家講，究竟送到啲咩嘢？嗱，首先咧露台呢個位置咧係送到個洗衣機俾你㗎嚇。咁啊，再過翻嚟咧客廳位啦。嗱，首先咧89平方呢一個客廳位已經係非常之闊落啦，所以先會擺得到咧咁大件嘅沙發嚇。嗱，梳化、茶几、電視櫃同埋電視，仲有呢個冷氣都係送㗎，係咪送到好多咧？而且有一樣嘢非常之貼心嘅係咩咧？佢竟然咧係連呢個窗簾都送埋喎，你真係連窗簾費你都慳翻錢啦！嗱，咁啊再過翻嚟呢邊咧就係餐廳位啦。嗱，餐廳位咧4到6人都 OK 冇問題嘅。咁啊送嘅話咧係送到一個4人嘅餐台餐凳俾到你嘅。咁啊過翻嚟呢邊嘅話咧就係一個廚房嘅位置啦。嗱，廚房嘅話咧3件套啦，包括呢啲啦都係送晒噶啦。仲有呢個雪櫃搞掂埋嘅，跟住咧呢邊咧係仲有呢個熱水器啦，亦都係送埋嘅。而且咧廚房仲係帶有明窗設計嘅。咁講真，呢盞燈就唔係話好光猛嘅啫，但係咧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咧，依家嘅採光咧係非常之靚仔啊嚇！咁跟住嚟咧，再過翻嚟呢邊咧就係3個房間啦。嗱，3個房嘅話咧，佢個空間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喎。睇下呢個客廁先啦，客廁入邊所有嘅硬件咧都係呢個交樓標準嚟㗎啦。嗱，呢一間房嘅話咧，佢就冇送到嘢，但係嘅話咧，佢就有送到一半嘅面積俾到你嘅，而且咧90度嘅窗，成個採光咧非常之好啊嚇！嗱，呢個咧就係第2個客房啦。嗱，客房咧好似窗簾啦，亦都係配送埋嘅。咁啊，仲有呢個冷氣啦、床褥、床墊，跟住床頭櫃、衣櫃，你睇下冚唪唥搞掂晒，真係拎幾件衫就可以已經入嚟住噶啦嚇。好啦，咁啊最後咧嚟到呢個主人房，89平方咧，人哋做3房，呢度咧係做3房2廳2廁，主人房係做有大套廁嘅呢個設計嘅，而且咧客房有送主人房冇可能冇嘅，所以咧一個大床啦，仲有床頭櫃，仲有一個比客房更加大嘅衣櫃，
當然唔少得嘅就係呢一個冷氣同埋窗簾，全部都已經係包喺度噶啦。所以你見得到咁樣嘅配置，你係咪已經可以想像得到，真係真真正正執幾件衫，你就可以做得到拎包入住個狀態咧？再加埋咧咁樣嘅配置，單價都係9字頭咋，亦就係話咧首期5萬蚊，月供3000蚊，你就可以攞低呢套咁樣嘅80個平方，送到全屋家私電器嘅單位啦。你係咪話超級正咧？而且呢度嘅環境啊，你可以見得到啦，面對住一線嘅湖景啊，得閒落個樓散個步，你話生活有幾咁寫意咧？嗱，當然喺翻錦璽國際花城呢度嘅話，佢仲有其他嘅一啲面積咧喺度賣緊嘅。咁如果你對其他榮有興趣嘅情況下，歡迎撥打屏幕上方嘅電話，問我攞翻更加多嘅詳細資料啦。好啦，咁我哋今集介紹到呢度啦，有興趣嘅快啲揾我帶你睇樓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